我给你萤火虫，是因为我喜欢的女孩叫刘莹。烟花、清玄，也是因为刘莹喜欢。但你是阿鱼。围绕着我跳舞，这些都是你做的，对吧？尉迟哥哥，我喜欢你，你是不是也？不是的，您知人要殊途，何况你一个女孩子家，胡说什么喜欢？我怕我没有机会说了。尉迟哥哥，你送我一罐萤火虫，让我可以随时呼唤你。当我每一次呼唤你的时候，都会带着我的一份情意。我不怕人妖殊途，我只怕落花有意。你误会了，我给你萤火虫，是因为我喜欢的女孩叫刘莹。烟花、清玄，也是因为刘莹喜欢。但你是阿鱼，不是我的刘莹。刘莹，刘莹是谁啊？她是我最爱的人。对你好，也是因为你长相相似刘莹。只是因为长得像。烟花结束了。尉迟哥哥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罐萤火虫？这王殿这么大，我怕。不用了，你以神女的身份进宫，皇上一定会给你一生荣华，宫中很安全，你再也无需我来保护。可我不想进宫，宫里我谁都不认识。你放心，青青会陪你进宫。那，你能不能偶尔来见我一面？不可以。我不求多，我只希望每年生辰的时候能见你一面。这样也不行吗？如果我到时候有时间的话，好，我等着你。